第41集，耶穌升天節。各位 2AC 電台嘅聽眾，歡迎各位收聽聖經故事第2輯。呢一輯嘅主要內容係主日聖經。節目分為上下兩部分，上半部分係新舊約聖經章節，答唱詠同宗徒嘅書信。部分章節會以口語嘅方式為大家講述。節目下半部分係神父嘅講道。呢一集係已故意大利宗座外方傳教會恩保德神父嘅錄音講道。因神父講道內容豐富，並能啟發人心，所以好受教友歡迎。請留意收聽啦。宗徒大事錄第1章1到11節。德奧斐羅，我喺第一部書中已論及耶穌所行所教嘅一切，直到佢藉住聖神囑咐咗所選嘅宗徒之後，被接去嘅嗰一日為止。佢受難之後，用咗好多憑據向佢哋顯明自己仍然活着40日咁耐，顯然俾佢哋講論天主國嘅事。耶穌同佢哋一齊進食嘅時候，吩咐佢哋唔好離開耶路撒冷，但你要等候父嘅恩許。佢話：你哋聽我講過，約翰固然以水施洗，但係冇幾多日之後，你哋要因聖神受洗。佢哋聚集嘅時候就問耶穌：主，而家就要為以色列復國咩？耶穌回答話：父以自己嘅權柄所定嘅時間同日期，唔係你哋應當知道嘅，但係當聖神降臨於你哋身上，你哋將充滿聖神嘅德能，要喺耶路撒冷同全猶太同撒瑪利亞，並直到地極為我作證人。耶穌講完呢啲說話，就喺佢哋觀望中被舉上升，有一朵雲彩接咗佢去，離開佢哋嘅眼界。佢哋向天注視住佢上升嘅時候，忽然間，有2個身穿白衣嘅人企喺佢哋面前，向佢哋話：加里肋亞人啊，你哋點解企喺度望住個天呢？呢一位離開你哋，被接到天上去嘅耶穌，你哋睇見佢點樣升天，亦都點樣降來。答唱詠。天主上升，有歡呼之聲呼頌，上主騰空，有號角之聲宣傳。萬民，你們要鼓掌歡騰，也要向天主歡呼慶祝，因上主至大至尊，可敬可畏。他是統治宇宙的偉大君王。天主上升，有歡呼之聲呼頌，上主騰空，有號角之聲宣傳。天主上升，有歡呼之聲護送，上主騰空，有號角之聲相從。你們應歌頌，歌頌我們的天主，你們應歌頌，歌頌我們的君王。天主上升，有歡呼之聲呼頌，上主騰空，有號角之聲宣傳。因為天主是普世的君王，你們都應該以詩歌讚揚。天主為王，統治萬國。天主登上神聖的寶座。天主上升，有歡呼之聲呼
聖保祿宗徒致厄弗所人書第1章17到23節。弟兄姊妹們，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天主，即那光榮的父，把智慧和啟示的神恩賜予你們，好使你們認識他，並願他光照你們心靈的眼目，為叫你們認清他的寵召有什麼希望，在聖徒中他嗣業的光榮是怎樣豐厚，他對我們相信的人所施展強而有效的德能是怎樣偉大。正如他已將這德能施展在基督身上，使他從死者中復活，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右邊，超乎一切率領者、掌權者、異能者、宰制者，以及一切現世及來世可稱呼的名號以上。天主又將萬有置於他腳下，使他在教會內做至高的元首。這教會就是基督的身體，是基督在一切內充滿一切的圓滿。聖路加福音24章46到53節。那時候，耶穌對門徒說：經上曾這樣記載，默西亞必須受苦，第3天要從死者中復活，並且必須從耶路撒冷開始，因他的名向萬邦宣講悔改，以得罪之赦。你們就是這些事的見證人。看，我要把我父所恩許的顯發到你們身上。至於你們應當留在這城中，直到佩戴上自高天而來的能力。耶穌領他們出去，直到伯達尼附近，就舉手降福了他們。正降福他們的時候，就離開他們，被提升天去了。他們叩拜了耶穌，皆大歡喜，返回耶路撒冷，常在聖殿裏稱謝天主。耶穌救贖光傳歌落到眾天，聖座大父右邊永遠就開宣，萬眾慶祝勝利，諸聲應共鳴，次日光榮顯下，我眾歌聲願。耶穌降到世間，救贖見人前，父王在人賜甘心被釘死，今日大享光榮，輝煌經可知，人類行得神聖，永感主惠賜。耶穌祝福門徒往普天下去，向一切受造物傳天國喜訊，信者必得救贖，不信定判刑。求主賜我真誠，為天國殉命。你好，你好，歡迎大家分享默想呢個主日特別嘅節日耶穌升天。你聽呢兩個字升天有咩感覺？好似耶穌離開咗呢個世界，離開咗佢嘅門徒，唔係話，或者你會諗耶穌完成咗佢救恩嘅工程，咁啊功成身退去休息。我諗到一個中心思想，我好想提出呢一個時間同埋永恆。
好似唔同嘅嘢，好似我哋呢生活喺時間入邊，期待永恆。好似我哋呢今日嘅生活喺時間當中，但係死咗之後呢，即刻入咗永生永遠，係咪咁啊？我唔好相信係咁啊！睇下我哋從呢個角度呢睇今日嘅讀經。讀經一呢係路加宗徒大事錄。咁我哋記唔記得路加嘅福音開始嘅時候呢，佢就係用翻呢個德奧斐羅，或者係一個筆名，或者係一個真嘅外邦人入教。都知想話俾你聽，宗徒大事錄呢都係為外邦人寫嘅，所以佢再講德奧斐羅，然後話我已經寫咗福音嗰本書，而家我想寫耶穌升天之後嗰個教會嘅歷史，咁我哋叫做宗徒大事錄。路加寫呢，佢話而家我升天，你哋要喺耶路撒冷期待聖神降臨先能夠做福傳工作。唔好聖神啦，你哋唔好做福傳工作。呢個已經係一個好特別嘅要留意嘅嘢。今日都係咁。如果我哋呢冇聖神，要期待啊，要等先至做福傳工作。然後呢，路加就話耶穌升天，咁嗰啲門徒啊望天睇唔到耶穌，但係都唔離開個地方，繼續望天。咁咪話有兩個天使嚟講一句，路加寫一句說話好有意思嘅。路加話：你們看見他怎樣升了天，也要怎樣降來。開始講我哋嘅中心思想。你們看見他怎樣升永遠，咁樣你會睇到佢翻嚟喺時間入邊。原來時間同永遠有一個橋梁。呢個我哋會慢慢深入了解呢一件事。嗰橋梁就係耶穌基督。福音呢今日都係路加，所以今日讀經一同埋福音都係路加寫嘅。你記唔記得路加嘅風格好特別？耶穌洗禮嘅時候呢，約翰嘅洗禮嘅時候呢，佢離開水之後跪低祈禱嘅時候呢，先至有聖神降臨。路加好中意寫個環境，唔係話無端端咁樣聖神嚟。當耶穌祈禱嘅時候，聖神降臨，呢度一樣。佢嘅風格係嘛？先耶穌話俾佢聽：看，我要把我父所應許的顯發到你們身上，即係我會派嗰個聖神。至於你們應當留在這城中，直到佩戴上自高天而來的能力。呢個能力就係聖神。然後呢，路加好簡單，耶穌領他們出去，直到伯達尼附近，就舉手降福了他們。呢個係路加講嘅，降福佢中途正降福他們的時候，就離開他們，被接升天去了。好簡單，但係好實在，唔係話再見我就話降福他們。耶穌嘅降福係有效嘅，唔係我一個人降福，除非天主俾恩寵係得個表面嘅嘢。頭先我講嗰個中心思想呢，而家我哋睇讀經二啊，嗰度係十分清楚。佢話耶穌升天，離開咗時間，入咗永恆。睇下聖保羅係厄弗所人書嗰封信係點樣講啊？佢話耶穌升天，復活嘅主入咗永恆，天父將所有嘅一切嘅嘢，天上地上地下，擺喺復活嘅主嘅腳下，即係話佢係成個宇宙嘅主。睇下佢點樣講，佢話天主將萬有置於他腳下，使他在教會內做至高的元首。話呢一個成個宇宙嘅救主，佢能夠繼續做教會喺地上喺世界上教會嘅元首。
嗱，呢個最深係呢句啊，這教會就是基督的身體，佢係宇宙入邊喎，喺永恆喎，但係繼續做教會嘅身體，是基督在一切內充滿一切的圓滿。復活嘅主係充滿聖神，復活嘅主係成個宇宙嘅合一，所有嘅萬物都因為聖言獲得合一。復活嘅主係聖言，在起初嗰個聖言，天父藉着聖言創造一切。而家呢個復活嘅主變咗萬物嘅主宰。然後呢，因為教會係佢嘅身體呢，教會喺呢個世界上都係充滿一切的圓滿，即係好似基督一樣。既然基督係充滿一切嘅圓滿，佢充滿成個宇宙、成個人類所有嘅創造，咁啊教會都係同基督一齊。究竟時間同永恆有咩關係？唔需要等死咗之後先至開始永生，永生唔需要開始，係永遠，現在已經有。教會係基督嘅身體，基督喺永遠入邊住，教會亦都係永遠入邊住。教會一方面係人性，係世界上嘅嘢，一方面係天性。基督用呢個教會同埋自己做呢個時間同永遠嘅橋梁。呢個道理呢，唔係只係一啲道理同人生冇關，好緊要。我覺得，譬如死亡係時間入邊發生嘅嘢，但係因為復活嘅主升天派聖神，係我哋嘅死亡入邊已經有永生嘅種子。喺戰爭當中，喺戰爭好慘，好似世界末日，但係我哋相信喺戰爭當中，呢個世界上已經有和平嘅種子。喺敵人同敵人當中，有深淵，民族同民族之間，國家同國家之間係敵人啦，一個深淵，冇辦法溝通啊。但係喺呢一個時間嘅嘢入邊啊，已經今日有溝通嘅種子。咁你話咁呢個種子有咩用嘅？有。基督徒信呢個種子，信呢個種子已經係佢嘅根啊，已經係永恆入邊，所以好有希望。和平種子會得勝，但係表面係相反，但係佢繼續相信。如果我相信和平有可能嘅時候呢，我嘅行為、我嘅態度都係充滿希望，都有戰爭。唔係話因為我有呢個希望，戰爭停咗。但係個心入邊有呢個好強嘅希望、樂觀，基礎係呢一個復活嘅主。今日嘅答唱詠係一個美麗嘅禱文，我哋可以用呢個答唱詠做我哋嘅祈禱。天主上升，由歡呼之聲互送；上主騰空，由號角之聲相從。各位聽眾朋友，今日神父嘅講道已經播完啦。如果你對聖經同天主教會想有更深入嘅了解，你可以去探訪一下附近嘅天主教堂，嗰度每星期都有彌撒嘅。彌撒當中，神父會講道。你亦可以參加堂區舉辦嘅慕道班，學習天主嘅道理。我哋下一集再見啦。